带去读唐诗。凉州词，作者王启发。黄河晚上碧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人山。强敌胡须万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简介：诗的头一句呢，是对黄河的下游按顶面游，游君及晚来遥望黄河特殊的感受。汹涌澎湃，波浪滔滔，黄河呢，竟然敢若像一条丝带，屹立非常混乱。作者也有另外一首诗的名句，叫做“黄河入海流”。伊观察的角度呢，多倒变。迄首诗呢，足以渲染黄河一泻千里，动态气派。可是，这句“黄河晚上碧云间”呢，是倒变的手法，伊才突出源远流长的情态美。同时也显示边塞广博壮阔的风光，不愧是千古绝妙的佳句。一片孤城万人山，是成熟顶一句辽阔的背景的反衬之下，愈感觉这座孤城地势险峻、处境高危的困境，也为下半段呢远离家乡、xuất守这座孤城的政府埋下伏笔。第三句，因为强敌走起了折杨柳的曲调，更加引起政府离愁之痛。压柳，情别。是当代最盛行的风俗习惯，所以想到杨柳呢，就引人联想到别墅。我再听起了强劲来造出了迄个折杨柳，更加触动离魂。又因为玉门关外，春风不度杨柳未青，想要压一支杨柳来寄情，谈何容易？温温郁郁，我听起了强烈的乐声，敢若亲像伫挽杨柳共情。所以呢，作者以何思源词语来安慰，故道委婉无奈，深化浓浓的诗。每句春风不度玉门关，就自然而然水到渠成。何思源三字。那看到伊手法非常的奇妙，更加有离愁别恨。虽然有离愁别恨，也无意识到家己xuất守前线、保家卫国的责任重大。全诗的情调呢，比之不失其作，所以当成为当代诗篇典型的代表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